长篇评弹《玉蜻蜓》第21回，沈芳哭更，由蒋月泉、姜文兰演唱。沈君卿故居浙江新安，10几扎大铺肉了浪上最单过呀。假说今这个看干的不是别人，心腹私动沈芳。沈芳大个泥塔呀，蘑菇了让讲苏州经济，听见你这个大人心什么的爱他个，一门名字刚刚有什么海上去吃鸭饭，那么沈芳两种爱你，我去门里耍听，随便的都大人介绍，叫阿妈吧，叫阿爹吧。总不记得为沈君卿3个字听见的，我个东家死他的，阿拉上岗的40万分手，两想他到湖州浪上个大人就是哪个东家，你哪晓得？加上你为了停止的想收定嘛，把那蘑菇第2次心经都让浪成哎，这个等下你看干的辰光嘛也可以啊，就是沈芳可干。你平常辰光不可以，可以就别哭啥的，把那个泥塔要第2次心经的，来不拉丁子的想等，加上个泥塔要蘑菇一到锅肉浪下嘛，弟兄4家的已经预设对吃鸭饭，吃他鸭饭嘛，你讲苏州经济，来啥人说你讲了？但是你刚刚抽得来了，你谁要马东里？兄弟，大哥，你们苏州去过没有？苏州没去过。苏州没有去过？没去过。哎呀，你们要死派的。怎么了？其实这个实派的自家分析些，但还去马油的人讲到苏州分析些也死垮的。苏州是大地方，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，苏州都没有去过。我们没去过。要死派的。怎么了？我也去过2回。哦，你去过2回。大哥，好玩不好玩？真好玩。哦，好玩的。在这个城里啊，有一个叫这个什么？你想一想，咱不说错了。元庙馆。元庙馆，在这个城外啊，怎么样？有一个叫虎丘山。虎丘山？哦，好玩不好玩？虎丘山上庙宇的这个卢汉，你懂不懂啊？卢汉我懂。你对他一看呢，他会替你摇头。真的？这个名堂就叫摇头卢汉。哦，古怪，这个古怪。你这个事实这样我也做不到好，一应是法的。你别是我自个看见，我是俺也的。这山高头还讲了。要外嘛不出去，听出子神色，3个腿跟这里个腿的黑头呀，也脱落汗。那么吃头鸭饭，你这老规矩要服侍同人，让同人去碰个的。但还今朝罗沈君卿归了中场的，4家的在那队场里嘛，突然讲起来的路后，经过个队的老回，多么浪讲，加上写字听见，就在俺们里想，当放弃钢炮。地当里干里浪下个干鼓，嘣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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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敲着，干鼓一敲嘛，4米一高，就听见嘤嘤呀呀，塞了浪敲钢。沈芳想我要做啥么？眼里卡卡鼓，帮对经里想掏一掏漏水的地，但是肉浪上掏一个后门，罗灯笼地一样。那么你看干子，但还今朝你家的锅里这个10几张胡肉哈，因为神欧那里神容的，那个没神门洞的外面福利，今朝来用不到去看，一大来一大去呢，你让像谁呀？里比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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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里破里破里比破，吧吧，看2起。那么呢，刚刚起刚开2斤，反是2斤，但你刚才都注意到，
3讲3季，4讲4季，5讲非要看来听过周期哈，不用摆那错的。那么一大来一大去，坐在那向东港，叫他今这个新兵从3多人袭击，吃特子鸭饭，输了那眼瞪瞪今这不相看，悠悠相在的还喊得浪上心。啥天么里浪乡屋里向2个阿公，望空同胞水错，一个爷娘养，骗我500两滚开银子，骗我出门，去等我家办到李东啊，否则我死下去。这个500两滚开银子不能用，到襄阳一用，知法违法，随地正法。还有自家爷娘一样的弟兄们都是干枪的，但不就结巴弟兄。沈君清心事重重，该枪我到苏州门我要去门门里躲，你抓住心。平路中场没大吉。家乡心甘情，我想是心，反复不能猜，一遇相逢什么年？结伴神同吧，不想跟我报学是谁先？你今这唱耍个点的，这个么是听得难过的嘞。加上这个骗子失声乐，那兄弟老先生这个当骗子不大肯唱，要真叫心里想考不得。你上面一个是不能够囊点，因为你失声呀。来听你唱，我们这一点嘛，你上面一个是摆平声的，西宫一定不花香，我就是你们称恩上。现在的行路中场没大吉，那还没大吉不来噻。那么上天也是这样唱，这老先生两手一点点特色，因为外头让口干。沈君清郎做你的外头口干没让看，你皮破，你所配这个声音，行路中场没大吉，思念家乡心甘情。两个刚去的老先生是一当时的该位是你不是啥带椅子的，对今想要过个帮的，一到唱时高要逼迫看，我想这个是那样啥，那个毛当初的啊，你所有的。沈君清这个年龄，我们个种子地要去黑乡，越乡个quân们嘛，口还是来嘎嘎一起吧。是鸡门口下水，秉烛前手把字摆写，诗高浪向在海去挪到一本三国志，第一代字，各种能是八福碑。那么沈君清的三国志也不是分口进行，口得来拖说，来加一起用不到摆第一摆口去，翻在哪里是哪里，翻开来一口，不口嘛没啥，但还越看越昏嘛，那么口气刷然后一头，少之间切不神战诗一岁，少兄还少时。只对手对棋嘛，对在府中吃，家本是同根
生相继后才结。杀他的儿子还是阿杜海兄弟，杀自己切不人家。和这个新兵听三国之会的，说16个钟头的事体，说想想是一个样样，越口越昏闷，根本还是别去口里吧。那大人不如太理，哪想爱让金凤他悲切切，眼睛一上三讲，我浪向的顺风一道来一道去了，让开讲。那么上去，这个心里难过，想到东江，吃眼里，不心惊。就说在不要把我不来，你想想东江哪回事？谁是把他强的，差一得杀他个人。越想越恨我李木强的，而且来这个想，除了过日不比。哎，这个北浙江的、温江的、赣江的、曲江的，我绝对都讲的都讲个分哎，哩哩啵哩哩啵哩哩啵，梆梆梆，你起的。那么木匠的，分家的队场里向4个泥套要分困的，谁瞧到了摇头露汗。听见与人木匠的么这个四高的才是讲的出身，哪个摇头都会摇不落的。兄弟，大哥，听见没有？怎么？有人在骂强盗。是啊，他骂自身，我们每个人都有份。我得公平的每人一句。什么人在骂？听听看。木工一听嘛，因为他里讲收罪禁止，哎，我讲行情啊，金夫在骂。什么金夫在骂？王八蛋！我去看他。好，你去问他。头名干部啥的木匠的。阿位个干部总理都是个木夸，别个来讲收罪禁止的辰光，冰南湖上午最深刻。阿位少让我不里8出苗的，我都来讲个。怎样的？队场里走出来到手头浪向，水达的阳光一望，3柔3刚的没人吃喝。刚府水里向皮带灯笼往外面去的口头听上，刚夫人几家一起，砰，奔过来。这10派军人马中好，3刚的，这个么是说过非要本地。哎，顺风一好得了，哎，孙女，你讨厌？王八蛋！你讨厌？那我问你，你问我啥？你在此地干什么呢？开讲问。打金。哎。我晓得你打金。嗯。你打金就打金，你为什么哭还要骂人？我哭嘛，我有心事。骂人呢？你们一个门骂难了，我没讲的呀。呸！王八蛋，你还要骂？你不能管，不骂孩子问。你晓得我们大人摇摇摆摆，永不回首。你这个王八蛋，连块带骂，你分明藐视大人，称等大人，对大人不利。毁了我们大人，请上方宝剑开你个脑袋，王八蛋！不骂的哦，不能过。不夸的。不去骂，听见吗？学的不骂的。王八蛋！这个江西人不走来，你自个塞得头丫头。你现在把我灭婚结出来，对面的身段来上一趴。你晓得你同人摇摇摆摆，永归为首，你有心可能是出你同人的面对待同人不利。我跟想你同人已经是我강도，我已经在心想我个人什么강啊不강气，还是강도说得出个两反应。几乎离过你还聪明人来说什么？我想我在手上去拿两遍，我讲不同人听，你看啊，同人哈哈就要呼吸我了。实拍也死狂了，这俺上一马同一马为要呼吸来，种个五毛零。到古柔郎队场里，根本难打为与三高的商量商量。加上你已经看不起三高的，你都在是강도，现在我聪明，
我当都两样子。那么呢，清帝呢，东子嘛不叫港头的，里手几上一块去泡磨皮，中仓里12个时进去嘛，活龙3百响，喂，大人，沈君清，别人个当口，想心事想得吃人了还，而且补仓里向那种买的么补充补，哦吃吃，你没喝个一头，当时进来哇啦一张嘛也好了，哦。就是啊，你可没蘑菇，哼，别再哭，曲子提脚脚来，总归是那呢，春在，哎呀，大北嘞，女君，啊，大不伺候，这个回大人，这个回大人啊，这个回大人，嘿呀，是派有个毛病。一哈的很我才忘记，那不但为什么用个顺便进行动，那么呢不能别搞，你有个毛病呢不能别来这么大体量说得出，那这还让你想，哦，我有点想到这，大人，这个岸上的金富大胆，嘿，带领妈妈从不拜访呢，你不是那给他听医药提名这白批量是要开手的呀，我难得有一次又高了还。我再不下去听那个牛郎干夫，现在儿子，更不必怎样。这个他这个哭还要骂人，他哭他于心知，骂人不是骂你，与你何干？大人，他哭他有心是骂人不是骂我，这个王八蛋骂强盗。我那都清楚。我那是做过来讲的，现在那是女套要的，跟你用不到那个扎拉头里再噻。现在，是真的是儿才喜了，可是不必动心。这个，大人啊，他晓得你大人摇摇摆摆永会回说这个王八蛋他有一颗故意嘛，这是藐视你大人，称赞大人，对大人不利。大人。我看你把这个王八蛋送到衙门里重办了，请他吃官司去吧。来听听看呢，自家一直这个小事体听不过吃故事。哎，你呀，你是这还懂女家的，跟我这位置不来什么作为来得了，本人我不还跟女家的人。现在，他哭他于心知，骂人不是骂你，实在要亲自送办。违背我，滚出去！泡沫皮泡的稍微后腿这弄在脚浪么的还搞得滚出去，那这个钢水你不进的，两步路吐了吐么打到地场里。我有2个钢配空出来，马大哥，你出来了？不出来当书呆里边。咦，是个新项目。哎，你回来大人怎么样嘛？我说大人，这个金富他连亏带骂，藐视大人，对大人不利。大人他说他哭他有心是骂什么是骂你。大人他叫不滚出来的。老着再老着，你滚出来不抗他干，还要是出来。不晓得哪当中的罢工了，为呀本得做威个的是。哎呦，马大哥，不得了了。还不得了了。怎么？你知道我们大人呐，他喜欢哭的。哎，他下了床一天到晚就是哭。在原地的，孙君清我是日日这哭，这个孙君清还是天机刚些，你们牙高些的还牙不大的是，下2封信在苏州门牙高些的还2封外信在是文龙通，你想高些都出毛病，这个已经哭，这是已经哭了，对吗？你像我们又不会哭的，不能陪他哭，就是看他哭。对，他就是一个人哭。后来现在到常州了，这个岸上这个金富他也喜欢哭。我们大人一听，哎，这个人喜欢哭，跟我一样的，正合了我们大人的意了。哦，贫道是相当菜。现在你叫这个金富不要哭。大人一听，哎，怎么我喜欢哭，现在这个金富不哭了？是哪一个王八蛋叫他不要哭的？一问就是你马大哥。好，你转不该滚蛋。哎呦，在原地了，对吧？
哎呀，都人想难当个老难过啊！我也得靠南海里也靠。兄弟，那我们听听看，这个金夫现在哭不哭啊？听听看。哩比波哩比波哩，盛放不够哭的。多难可干，不哭什么木工匠就不该滚蛋。这个金夫不哭了。那怎么办？兄弟啊！我去叫他哭。对，你去叫他哭。哎，与理想的什么里面再人得路了，我要去喊你哭了。到时候你让水的两梦一口么干夫牛蟒关没去，几个一起，砰！哎，金夫。哎呦，也是你他呀？你做啥？你这个王八蛋连亏带骂，现在打人不得了，要请上方宝剑开你个脑袋。哎呦，哥们拿你都有拿你。后来啊？后来啊？你随便拿。后来嘛，我跟你求了。我没当我去给。我说大人，你是大人，这个金夫是小人，叫大人不做小人之过，你马马虎虎吧。哥们都懂你拿你懂你。大人啊。大人现在听我的话，现在不杀你了。我都懂你听那首歌。我们大人他讲不怕的。今天好给，都不要你运气的呢。你都要你放心啊，拿我随便拿不哭了不抹菜。我也是怕的，可是我也做不该的。金夫。我们大人他不要你哭。我二胎也在让你哭。是的，你们驴子。那么我哭这么多年再哄的，那么再听双方法去杀。我跟你求啊。可我用不着管，我不哭么人不是气的，可说一杯水叫2杯粥。我不哭的啊。金夫。你哭呢？你哭呢？不哭的呀。哎呀，你哭呢？不哭的呀。哎呀，阿弥陀佛，你哭呢？用不着阿弥陀佛，我说怎么哭么不哭的？是拍着你阿弥陀啊，你这。金夫啊，你哭得像骂得像，明天早上我请你吃点心。你这样你老师我心吗？就底薪了，是我可也哭了。我真的不哭噻，我为还是个了，实在不哭，我真的不哭噻。是拍海你哭不哭的？哭不哭啊？不哭。哼！哭不哭？哭不哭？哭！王八！快！哎呀，你哭呢，王八蛋！哎，我哪里哭呀？我是不记得呢，眼里哪是哭了？咦，还是哭了？说的男子干哭，你都能听得见的。金夫，我不要你这个样子哭。怎么难哭呢？跟刚才一样，你要汪朗的哭。哎呀，你倒呀，我是比公子俺俩来亲子呢。那你背也这个哇啦嘛，我背也没多。你不要骂的。你不要骂的。背也没给。好，你骂。你骂车。哎，你倒呀，这当我也不是有搞了，我也没废木。也木嘛，也木个2个字给。你不要骂强盗的。不配有搞的。你不要骂强盗的。背也没讲的给。好，你骂。你倒呀。那么我本来不哭不摸着。对。你是个叫我哭了。我叫你哭。你是个会讲话。我叫你哭。沈芳聪明吧？一个面对面有什么的，口上去个把语啊，兄弟走过来讲，所以说他听我摸里也多得这个安逸。现在你讲我落得我，自然是不对了么？那么你倒要你讲我摸。我叫你骂。我本来不摸的不能听案子。你骂。实讲的、古讲的、文讲的、曲讲的，各村都讲的都讲个祖文这刚这个对经常没得说，怎么手摸就不通，摸到啥时候不够，不离置之不对的摸，不要听啊！不听。明天我请你吃点心啊！我哪给？不要听啊！黄夫人最子的呀，不怕走来在干夫口，不奈磨子门将我听来吃点心，我真的比水流子。今朝在柔廊关这3个兄弟，大家帮忙，今朝1、2天别不困。等天亮，等到天亮，我那个石头一入头，说了狗地呗，你跳到柔廊往手你手就要开，就说你这也要仓子，打到对仓里带3家里去。现在我叫他骂了。叫他骂了。听听看，他现在骂不骂？对，听听看。一听嘛，硬呀呀，
哎，温家的是假的，这人都讲的都两个分哎。好了，现在骂了。不要紧了，不要紧了。母子在祷告开心的，好了，他现在在骂了，现在在。别个圣方里摸，各种人是这样的，是这样。真同人的古肉的一个活龙放的，两女两的一个声音八个，原来你他听我老母，真同人古肉不够高，因为你像新欧的人这个辰光好困当去，但是警察是新欧的我吃在不起，一打起，分家的厂里像个声音变成本来的不至于，啥个干夫郎哭了没？三钢铁把那磨工来，一边没同人想，我都要听可不知阿有讲。我心是都开，这儿心听嘛磨工分下去。哎，温家的是讲的，这边都讲的都两个分啊！咦，那是绿钢。身边就像那个干夫，哪怕你这哭了，这里南京这不够哭。为啥？因为我心我那里够呀。看上去你这个哭是有心哭，哭不我听，摸不我听，啥个意思？这样。他是刘心恩。聆听大经神，听他的可有后在骂神。听他回来回去声啊音乐手有手办大神不明他的口音好似手之谁？听上去的干父的声音像苏主任，个苏主任到上去来做的不养生，他不要起手，可干。还是内心呢，你书记可干在门口吃的。他因后是一塞比邻。哦，明白了。因为此地里送值得两人龙，狗儿哭声因恩仿佛相守神。这个干夫人们毕竟是上最正路的人，那么哪能我听你讲数据？因为我心情经历下来，一路听惯才是外日的不妨碍。江浙处的南方到上水的，我听他还已经讲数据呢，进不过2代了。那么啥个钢锯的也没讲的。莫不是可的人呐，风到尽，他莫不是凤梦朝阳归如风。想
养特动力，伤特的爷娘很伤，流落那里街道，单身泪落难回去，他封口难哦入大金。那么啥个钢锯在那骨肉不比困？等你讲我有什么讲？搿张大屋里的金家分铺，7分出场。晓得我金家是我路过此地，你等着我打你听。雨声哭给我听，骂给我听，也让我听听听不听。大到手上门里，那么的肯定我，要打你铺。身边经常干活，你金家个牙体保护头。你只晓得我姓吴，两些个姓吴上的为有2个字，我是浙江人，该打上就是江苏，该打个字体我顾不了，你还是保护头。不过我刚刚说干活可能，我诚心要帮你忙还是可以。等到天亮，上去把吩咐雇员送我开肉，我轻易为鼓掌上，我可张在胳膊里还是铺额。那地方我应当打里铺，还是可以。咁你想，我们有心结婚的，等天亮吧。我杀了沈君清良心好。假使你要有我姓我了，你干副管我啥体了？我管我们困个，自家去把退婚，今家里打个同日要办不到对。而且我哥是今家人多少办对了，该个事你都办不到，因为那路口上只是女人的事体。我他一两个抢个机会，那他是刚死人顶部4个是谁不来噻？加上姓吴的人里肯为这个干副，一样就是牛不困等吧。那大神手让等，那些让金凤他不离身。眼睛一上不得黑进4缸，沈芳上去的没有听到的，虽然哭了么，真动人这手手不够响，声音恶低，就说到河浦要不来，一个人虚和妹妹间忙上自个有点做不动主，一想一恨，斗明讲的啥子三要记得可能。就说带骨肉不比每一个旁人的黑上，哎，谁哟？哩哩啵哩哩啵哩啵哩啵哩哩啵，叭叭叭叭，你去了？特别想，不要，提前让农民骨肉不比，而且沈君清现在专门旅行那听呢。哪个闺蜜来人风？个人风打个包袱在干一块，路上3要嘟噜噜一句，送到骨肉浪为不收收，送进团厂为不稀奇，送进中厂是送到沈君清2斗里，而且闺蜜分出去，这外木我们心屋头。沈君清听见个上3要么认为的10个力气啊，这是沈芳，吃得个么家正，反你是我哟，想杀沈芳，但余地两沈芳，绝对沈芳，因为你到沈芳从小的那一代，声音听懂。不过刚刚19年的么身体是我来不是沈芳。沈芳没好像书记屋里拿不得给他来开讲500种事体。谁说我上岗遇到屋里向500块家当我死着，那么你个娘夫觉得凄凉死得了，儿子死他那个水洞沟里去了，像你这种人家父还多一个人吃呗。哎呀，这一想到做新沈芳，为啥？因为我屋里向2个阿哥去，那像一个爷娘养个东北水做上去要害我性命，何况一个水洞。那么当我不在，我们归两个人都谁不在？俺家沈芳个当时没有点老三老四，那么沈芳我东高了让屋里面2个阿哥我奶们哈，
我扶了那么两个阿位毛内长，乃至兄弟多水兄，一等三五路顺方荡起来不得上去，实在唔啥这么的让客干不行。么大家是顺方不是顺方，这个我别吓退，还在手上一口头意思嘛。大家现在喊你啥体？四干外头没得出黑，那个些去海干部好的，新后头人不要的那个干部里边好杀头，为啥一干部有心等体谅的？那么多人啊，做心体谅的海干部在走去困个的么的喊，神经病想到还不要紧，你走去困一分那个干部才是一股怕。我们家门一股，昨年呢，客干啥人背了，一门打跟凳子干，可以睡得着，后边的干劲。那么为啥一家庭我有心比较困等体谅嘛？大概生病轻的遇得困不困？啥地里等体谅要靠干法子什么方不是什么？对厂里4个泥套也还不烫，还让等体谅要预备听你吃3个的。那么什么方呢？你也困不困？所以做上我开干。神光每块金刚皮，其实神方，你开这4干了，你就去困孩子。这开干谁不开做的？还有说你不要提不困了，这体谅光被你抽的，那5干分开，不帮助人，还真不走起来。现在介绍你特别波及，非得开做5干，我刚看看灯笼里围着上一头蜡烛，你想开这个头蜡烛么走去困干？哎，就说你3个晓得个，今朝也看没开船，明朝起也不开，一道来一道去，那么来想一要天不分，你个人不来，2个家里本着是累个，但我不要的，天亮快一个人虚后上什么面孔羞红，个我这个3门们，我是智力上脱口而出的，别做你的。智人一抱3门别来把得出来，这个为想想谁要死，还分对过讲的，在快5岁也光男儿金刚，我哪个男人不急这么吃了你3要，光你3要可不急，说个这子女并没有说得病口服，那么3要一号没出门心都要。非是不会出门，哪位一头上将背在上身，真是真个厉害的。嗨，这是非这位我能啊。我只家呀把穿胸针，对呀，可是你出门嘛，路浪向太结黑。没少了这个心机呢，你老人亏给是雷公的，以至于一头上家气都的，都明讲的是讲的，你都讲的为啥？都讲的为动力呀，谁？这个人媳妇这个呢，都话音不了那么在。我终于1年熬过门，农业爹过我江山，我江南谁的为是不来中江的，须知当的他混干浪里看。对唱这个魔功浪听，一听个实在的，你不知啥个预告。魔山门浪起都点门，各种头名的银马喷听进去，用浪对看的，那待会用锁子来锁了。海昂那是天亮，马当就要听你吃3，我让他妈。等到个我去门是开工我给了，都等这样的。天后生，魔公一听没样忘记他的，
当初自个让三郎兄弟啊！哎，我们救火！哎，大哥，这是船上呀。哦，吃的是船上。哎，这个王八蛋让他嘛，让他嘛，让他嘛，让他嘛。多年里么？那么顺方，我们连治理么，我们也够力手里这个呀。介绍你分心，加心啊不。儿用功故事，现在你讲，你开始3级了，我们那叫做不良，就是讲你讲，一个我的。我还是开始3级了，还是开始2级？就说你3级不3级，水忙家路我老干看，哩哩啵哩哩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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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叭叭叭叭叭叭，哩哩啵哩哩啵，你还分晓得起个？晓得这里不错的呀，错的事体才是自家不晓得。你说看着没得没也来了，可惜。我要想回答过来，今朝你特别个马来了补救。那么500人寻常来了，难非是靠陆港来靠酒家不要紧，这个500吃定了。两下的队场那个死港队不能压天磨得虎心的不，背负到错队的口。现在听起个陆港的磨工队又不来了，兄弟，大哥，你听见没有？怎么？王八蛋打6今天了。是啊，我一句一句说的。不会错的我难受过。我去看他。错的。实拍不离磨子压的虎心的不。你到手头当一口干腐牛蟒鬼面去，今朝你肯放松了。非得为磨儿子东西当那么多身法打到走廊也止不相。